台南西港图书馆甲亲子职涯发展协会来合作举办讲座，希望让父母更加了解囡仔，减少冲突，增加亲子的关系。西港图书馆举办亲子讲座，邀请职能治疗师运用动机式的沟通，来甲父母伫亲子教育上利用良性的对话，引发囡仔积极的行动力。那我们今天是透过动机式晤谈，去引导小孩子了解到这是他自己的需求，而且愿意自动自发去完成。囡仔和父母难免会有沟通的冲突，讲师透过互动的模式，让现场的学员利用问答的方式互相交流。学习安怎和囡仔做沟通，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。然后老师其实在课程上有教导我们，就是可以怎么样去做提问，然后跟小朋友去讨论说，我们想要他改变的行为。学生嘛认为，动机式的沟通会使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，是真有意义的亲子工作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